华视台语新闻杂志乡亲啊，大家平安。最近这几个月以来，一连串指控着性骚扰的事件，在台湾的演艺界抛下着震撼弹。其中，这个艺人鸡排妹郑嘉纯，讲伊咧主持的时阵，去互公司的头家甲歌手王立友甲性骚扰。王立友是出面来否认，到底真相如何，到今也是无一个确定。一时之间，这个职业场所性骚扰的问题，嘛来引发着各界热烈的讨论。同这个时间，纪录片界嘛引起着大风波。伫桃园，纪录片培训工作坊一个女学员向影像公司来投诉，讲家己去互出名纪录片的导演吴一峰，伫这个课程进行的当中，用电话甲文字甲戏人性骚扰。代志现光了后，吴一峰无出面，是透过公司的面册承认，而且来道歉。伊以前的工作团队嘛出面来指控，讲吴一峰早伫个2004年，伫南部某一间大学教册时阵，就牵涉到几件对女学生性骚扰的事件。工作团队当年经过调查，决议甲开除，也毋过当时因并无公开真相，即摆因是感觉到真亏欠。这个一连串的风波，吹哨者勇敢来发声，互解脱是2021年台湾版的 Me Too 的运动，是毋是会当鼓舞到更加多受害者站出来呢？性骚扰事件幕后更加深度的思考，来看采访团队的追踪报道。We can't all be sluts. We can't all be asking for it. I am here to give you permission to be angry. 2017年，美国时代杂志访问人物是由一群平民代表，捌遭受性暴力侵害女性向世界发声。I felt this crushing sense of powerlessness. This is the time to take my power back. 早伫2017年10月，美国女演员艾丽莎·米兰诺伫推特顶面用 Me Too 这个标签声援性侵犯的受害者，后来就引起全世界反性侵、甲反性骚扰的社会运动。我已经讲得这么完全了，到底要做到哪里才够？我没有做过什么。女艺人是安怎指证甲遮清楚？我到底要讲到哪里？我是要示范到哪里？出道真侪年，形象真好的男歌手，真无来咧开记者会，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我热爱我的工作，现在整个都变掉了。艺人鸡排妹女星郑嘉纯伫面册顶面清楚写讲，有一个歌手，甲伊徛甲真晚。这个男性正手举麦句，倒手有去吸到伊当时鸡排妹阵的硬气。人言可畏。我更想在里面看。你想哭，你可以跟我哭啊。演艺界性骚扰风波摇得扩大，主持人大高级的人物嘛被牵涉在内，成为捌制造性骚扰的加害者。在这进前，2020年8月份，一个参加桃园纪录片工作坊培训的女学员伫面册，以兼记者的身份勇敢指控出名的纪录片导演吴一峰，用电话加信息对伊进行性骚扰。当初是学员跟你们反映嘛？对，他被骚扰。对，我们一直很努力的在还原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我们自己也很错愕。这位勇敢发声的女学员讲，吴一峰对伊的性骚扰开始发生伫2020年课程要伫进行中的6月25。后来伊意识到，若是伊什么代志拢无做、拢无讲，那咧女性伫社会上，干会愈来愈袂安宁。你进来之后，有听过类似的被性骚扰的事件？完全没有。听他说他的故事，我们不质疑、不批判，他在陈述的过程中本身就有一些复原的力量。冲击甲震撼好亲像无停止，颠倒伫咧心内，引起更加大的反应，检视自我的认定甲人生价值。2020年的8月的时候，你们知道的时候，那时候对吴导演他就神隐了吗？他后来还是有出现，对，想试图的就是说他心里的东西吧，因为后来是没有说了。
1月30日，导演吴一峰伫公司面前专业承认讲，因为私底下无妥当的信息甲内容的对话，造成学员感觉被骚扰，对课程感觉不安，并且无伫第一时间承认错误，造成伤害，表达自责甲抱歉。伫网络世界，伊当时写讲，经过深切的检讨，决定未来一生将不再从事纪录片的教学工作，表达最深的歉意，卖深刻反省甲诚实的面对。吴一峰伫2009年成立的影像工作室，连续真侪年承接桃园文化局纪录片培训工作坊的教学计划，并且做总导师。2020年培训的女学员勇敢徛出来检举，捍卫本身的身心自主权。不过经过公司内部的调查，发现讲被骚扰的竟然唔那女学员尔。我只要想到，如果今天她是我妹怎么办？我要怎么办？请问是吴导演吗？他不在哦。伫几年前，美港的人命员工发表联合声明，讲身为公司一份子，对着伫第一时间无及时保护受害学员，和对方一个人承受这大压力来回失礼。被指控犯罪是头家，出来面对的却拢是员工。很抱歉，真的很抱歉。我知道导演其实他状况也不好，然后。可能需要点时间，我们要讨论一下。可恶是一等人才，我们是算什么？时间来讲，2004年，吴一峰所导演的911纪录片《生命真实记录》，是伫911大地震内面失去至亲家庭的故事。甲吴一峰作为徛伫台顶合作10多年的工作伙伴，心内却是天人交战，因为因知影一个无法度让人相信，却是接近残酷的事实。静茹那时候是我们的执行长，他最早发现这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对质，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是做了这些事情。啊，但是我就跟他谈说，他是慢慢的一一承认。伫吴一峰以书面道歉性骚扰的代志共一天，9月前专警员工嘛共同发表一篇声明，内容讲，早伫2004年，因就发现吴一峰有前后5、6年的时间，伫专警开办的纪录片课程，伫家南部某一间大学的校园，开设到真一件性骚扰的事件。因将吴一峰为专警开除，专警最后嘛因为安尼被迫解散。那个落差太大了，就满腹理想抱负的人，怎么可能在私下会有这种行为？那所以我们必须先去查证。那经过查证之后，发觉确实，而且好几桩这种事情。某个程度，我们还是相信他可能还有一个良善的人性。所以，当然他也一直表达出他对于他自己这样的状态非常的苦恼，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们就建议他说：“那你一定要去看心理医生。”我们也相信他。我发现台湾有很多很美丽高贵的灵魂，那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好的东西拿出来。纪录片的教学现场有个非常关键的东西是，我们彼此之间是一种非常大的信任，甚至你在进行你的创作的同时，我们更多是面对自己很内在核心的东西。那这些东西正巧刚好都是吴一峰拿来成为他在行使他自己私欲过程里头的手段，所以我们认为你根本不适合再做纪录片的教学。最后我们全部解散了以后，这个声明还是没有发出去。如果我们当初真的有做一些声明的话，可能就没有后续的事件，就不会有现在这个桃园女学员受到这样的伤害。毕竟时间无多写到头，不可逆也无可能重新搁再来。不过真个代志藏伫台面下这一年，无讲出来代志，恐惊互你想袂到。以为只有一个案例，变成2个案例；以为只有前面2、3年，变成原来4、5年前就开始。这么多年下来，你在这样的教育现场有没有一些我们不知道？那时候很生气，就是说你根本没有资格成为一个纪录片导演。你在拍的纪录片在讲一些什么样的道理？你要主张什么社会公益？你自己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太矛盾了。愿意告诉我事情的人，其实他们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因为事隔多年，本来他们以为就沉寂了嘛，结果没想到有人想要来了解这件事。我很谢谢他们愿意再告诉我，因为老实讲，我带着其实是全景的身份去的，但是他相信我了，他把事情告诉我了，他必须再重新翻搅一次他觉得他想要忘掉的事情。
还是重复的在做这样的事情，就会觉得说我真的成为共犯了。我们在承担我们以前没有做的某些事情的，我们该承担的责任。我觉得是那个承担呐，不是伤害。就是你看见这件事情，觉得说，我们以前应该承担的东西，不是该承担的。为全境到即卖美光甲吴一峰捌强思过伙伴心理上的折磨，甲心内冲突发展，拢真共款，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我们在拼凑证据的期间，他突然想起他也是的时候，他其实真是傻眼的，因为其实早该遗忘了这一切，一直轮回，觉得很快就过去了，这个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又觉得自己是严重的事，就连我身为一个陪伴者，我的情绪转折都是这样的，那就不用说是其他人。没有人愿意成为受害者。今天当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很难说他在当下会有怎么样一定能够很具体的一个反应，因为他可能那时候就真的我们讲的惊呆了。是你本身去警察局报警，或者是你提申诉这件事情，它就是给这个加害一个教育跟警戒的意义，告诉你说我不允许你这么做。把这样的一个制度建立完整，让这些所谓的幸存者或者是被害人，真的更愿意说出来。我有在比较好的环境或是比较充足的这个制度之下，让他们勇敢的说出来。性骚扰的最高原则就是，它其实是做预防的。3法的重点其实在做预防。我不但可以处理，而且我可以在这事件中学习怎么样去检讨。在过往很多的案例，都有看到性骚扰的案件上了法庭都没有好下场。检举人勇敢站出来，边仔支持嘛是社会更较友善、较稳定成长的力量。支牌妹伫面切发起性骚性侵真人故事募集计划，期待何讲袂出来伤害到这为止。我们不要害怕谈论性暴力这件事情，因为唯有正向的面对它，大家才会有意识的知道说，哦，我要去尊重别人。纪录片工会在这一次的角色比较是一个接住当事人、陪伴而且转介的一个效果。有没有可能在纪录片圈，甚至是影视圈有一个 Me Too 的运动，鼓励大家在未来信箱设置好之后，投诉到这个信箱里面，让我们知道说这个状况到底有多严重。我想问他为什么双方都不要背着这件事情走一辈子？我觉得那太辛苦了。我承受跟承担，我当时没有做到，我不做任何理由跟辩驳，因为我当时的确没做到。对，但是我当时没做到的那个状态，我没有办法带着你们回去体验。我们其实很谢谢这个桃园的学员，我很难过，他必须去承受那样的痛苦，让他去经历这一切，我非常的抱歉。他其实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勇气，让我们去完成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是一个迟到了的生命。为10多年前专警时期到即卖美光性骚扰案的风波依然还未停止，真相未明。身为驾车老师甲公司头家吴一峰，始终拢唔捌针对这代志出面做说明，敢伫网络以书面道歉，本人悠然无出面。桃园女学员甲员工性骚扰的案件已经通报劳动局进行调查，结果也未出来。不要再有下一个被害者。那我的私心是希望他可以跟自己和解。就敢若前专警员工指导10多年的声明所讲的，学习创作不应该有权力甲违改大势关系，对着不当的对待都要发声，要找支持甲帮助。那这种犯罪行为，我们是希望它能够怎么样的能够降低，好，不是针对吴一峰个案的。光是我们直接这样的反映出来，其实就让受害者。我很感谢他，因为他是唯一这么久以来就是第一个直接勇敢的说出口的人。纪录片界、演艺界、社会各界的站工作场所，良性平等，拢不应该有尊卑，权势不应该成为控制工具，操控每一个应该自主的灵魂。